电影《惊奇队长》在台上映5天，票房突破 1.46 亿，也打破《复仇者联盟3》上映10个月以来美国开片最高票房成绩。为了宣传电影，惊奇队长布利拉森昨天突然惊喜现身美国影城，更充当1日店长帮忙装爆米花，各种合照来者不拒，让现场影迷直呼太幸运。电影《惊奇队长》，你大难不死，绝处逢生。我们发现你时，你失去了记忆，我们将你变成我们的一员。惊奇队长在台上映4天，票房突破 1.46 亿，北美上映首日票房6140万美金，首周末粗估破 1.78 亿美金，成为去年4月《复仇者联盟3》至今最高开片票房。影星山谋杰克森，他们完全抓得到所有让人激动、兴奋以及幽默发笑的重点。影星布利拉森，看山谋杰克森演戏，就像在看大师表演一样的过瘾，证明你不是史克鲁尔。CNN 更报道，2019年在没有黑豹的情况下，好莱坞进入票房寒冬，惊奇队长很快能终止10个月来这样的局面。惊奇队长布利拉森私底下亲和力十足，电影才刚上映，他就为了宣传，特地前往电影院。观众疯狂尖叫，布利拉森穿上服，一身帅气地出现在戏院中，让影迷又惊又喜。影星布利拉森，非常谢谢大家来看电影，首周就来看，我想是非常棒的。他也走到门口，亲切帮忙分送爆米花、装饮料，各种合照来者不拒，现场许多小朋友都抢着跟他合照。他不时对着镜头做鬼脸，毫无明星架子，网友对他的好感度持续在上发酵，有望在接下来缔造更好的票房成绩。